盡量係少食一啲即係有人工成分嗰啲食物嘅。例如呢？譬如話係譬如話染咗色嘅食物啦。染色食物。譬如話係即係加工過嘅。加工過嘅食物咧，就嗰啲係化學物品嚟嘅。就可能會有其他嘅，譬如話舉個例，其實牛奶都係加工過嘅。嗱，我解釋俾你聽，即係有啲人話牛奶唔係咁好，咁點解牛奶唔好咧？咁牛奶有三大唔好嘅原因嘅。第一咧就係咁，當牛奶梗係母牛噶啦，公牛唔會有奶噶啦。咁當一個母牛懷孕嗰陣時咧，佢其實已經開始有啲奶噶啦。咁但係咧喺呢個時候咧就嗰個胎盤佢有一個叫做黃體酮咧，因為黃體酮咧就會令到嗰個乳房咧就唔會擠啲乳汁出嚟嘅。咁但係當嗰隻牛生咗小牛之後，嗰個胎盤離開咗個母體咧，咁個黃體酮少咗咧，咁於是嗰啲乳汁咧就可以擠得到出嚟。咁但係喺懷孕嘅時間咧，嗰個牧場嗰啲主人咧唔會等到個母牛生小牛先至泵奶嘅，係咁樣好浪費嘅，因為個乳房已經有奶啦嘛，於是夾硬用啲機器咧就吸嗰啲奶出嚟。但係呢種時間嘅奶咧就有黃體酮嘅。咁有黃體酮咧就係可以致癌嘅，因為係一種激素嚟嘅。咁第二咧就係當呢個母牛啦，佢嗰啲奶已經開始少啦，咁為咗要谷多啲奶咧，咁嗰個牧場主人咧就會打一種叫做生長激素，叫growth hormone。因為growth hormone咧就令到乳腺可以做多啲奶，但係呢個growth hormone咧就會打入去身體之後咧，就令到肝會分泌一種物質叫做類胰島素生長因子，叫做 IGF。咁呢個類胰島素生長因子咧，就經過個乳汁咧，就出咗嚟嘅。咁呢個亦都可以，如果一個人佢已經有少少乳癌嘅問題咧，佢可以令到個乳癌細胞可以更加快高長大。咁第三個問題咧就係咁啦。你哋有冇見過或者知唔知有啲同事咧，佢因為生咗細蚊仔咧，佢翻工嗰陣時咧，佢會喺公司搵個地方咧，係吸嗰啲奶汁出嚟嘅。咁吸咗出嚟之後咧，就可以放工嗰時帶翻屋企。咁嗰種嘅人嘅奶吸出嚟咧，你放喺個冰箱裏邊咧，佢會分為兩層嘅，好快脆咧就上邊一層好似水盒或者係中間層，好快脆分為兩層。但係你諗下，你買一瓶嘅牛奶或者一個紙盒嘅牛奶，你就算放喺冰箱放足一個星期啊，嗰啲奶都唔會分為兩層嘅。因為咧我哋叫做 homogenize， 即係話將嗰啲milk 嘅 particle 咧，個乳嘅乳汁咧係將佢打爛咗啊，好似發蛋咁樣發到咧，係嗰啲同埋啲嗰啲牛奶咧係發到係細到咧，佢係唔會再能夠分得到兩層噶啦。所以我哋買嗰啲牛奶叫做 homogenized milk。咁呢種咧根本已經唔正常噶咯，因為如果係一個 BB 仔飲母乳嘅話咧，佢好少有肚腩嘅，大個之後。但係因為嗰啲牛奶啊或者係啲奶粉咧，佢發到佢好細咧，個腸特別容易吸收得到啊。於是咧佢就吸收多咗好多嗰啲脂肪嘅，所以係食奶粉大啲細蚊仔咧，係將來有肚腩機會係大好多嘅。因為根本嗰個奶已經係唔正常嘅奶，因為嗰個 milk particle 嘅 size 咧已經係發到好細，等到個腸容易吸收得到。所以你話我買一瓶嘅奶咧，其實嗰瓶奶已經係人工改造，起碼嗰個乳汁嘅嗰個大細咧已經係發到好細嘅。但是我們不是說喝奶防止這個骨頭疏鬆，或者是多點鈣嗎？咁如果你要鈣嘅，咪老實去食鈣片咯。咁唔需要
去飲呢啲多餘嘅嘢啦。呢個唔係最自然嘅方法嘅。唔係最自然嘅方法去得到奶，好多時啲奶嘅鈣咧係額外加入去嘅，叫 fortify 嘅。那骨質疏鬆，這個喝奶也是沒用的，是嗎？唔係，骨質疏鬆咧就係要做兩樣嘢嘅。我哋咧就要要增加多啲叫做造骨細胞。就好似你而家要游一個屋企要游灰水啦，咁要請多幾個灰水佬，咁啊請多啲造骨細胞。咁同時咧，你要俾灰水佬有桶灰水去游先得㗎。咁嗰桶灰水就係叫做鈣片。咁如果你話我淨係食鈣片，咁即係話一桶灰水放喺個牆邊，嗰啲灰水唔會自己上個牆㗎。嗱，如果你淨係增加啲造骨細胞，咁佢又冇灰水咧，佢又唔會游得到嗰埲牆嘅。即係話你如果要骨質疏鬆咧，你要增加啲造骨細胞，即係用啲健康食品增加造骨細胞，然後咧同時食鈣片。如果唔係，嗰啲造骨細胞喺邊度做到啲骨出嚟啊？造骨細胞本來是我們可以自然的有的，只是年紀大了會沒有，是這意思嗎？唔係，我哋骨裏邊咧係有一種叫造骨細胞，叫做 osteoblast， 同埋一種叫做破骨細胞，叫做 osteoclast。嗱，譬如話一個小朋友，佢由3歲慢慢長大啦，咁個骨就要慢慢拉長噶咯。咁我哋睇到咧，個樣咧係一樣嘅，個骨仍然係拉長，就好似而家譬如話匯豐銀行，佢本來個舊嘅一個大廈咧只有10層樓，咁而家唔夠地方用，咁咧佢就要去起到20層啊咁。咁但係佢又要喺原址嗰度，即係一路拆一路起，一路拆一路起嘅。所以我哋骨裏邊咧係有一種叫做造骨細胞，又叫做破骨細胞，又叫拆骨細胞咧，就一路喺度做啊拆啊做啊拆啊咁樣樣。咁但係為咗要防止個破骨細胞係脫韁之慢慢咁到破骨咧，咁就要有個機制去控制住佢。咁呢個機制咧就係雄激素同埋雌激素。咁所以喺更年期，即係男人都有更年期嘅。喺更年期之前咧，好少人會有骨質疏鬆，因為嗰個雄激素或者雌激素咧就抑制嗰個控制住個拆骨細胞，令到佢唔好太離譜。但係一踏入更年期咧，咁雌激素少啦，咁就控制唔到嗰個拆骨細胞，咁嗰陣時開始咧就容易有骨質疏鬆。咁喺呢個時候咧就要做兩樣嘢，第一咧就要減少嗰個拆骨細胞，於是咧就令到骨質疏鬆唔好繼續疏鬆啦，或者唔好開始疏鬆啦。咁同時咧，如果已經疏鬆咗啦，咁咧就要增加翻啲造骨細胞，咁啊等佢可以做翻啲新嘅骨質出嚟。咁但係你增加啲造骨細胞，譬如話你用洋葱素啦去增加啲造骨細胞，但係你都要俾啲物質佢去做噶嘛。咁如果唔係佢從何可以做咧？咁就要食鈣片啦咁樣。所以淨係得鈣咧就唔夠嘅，淨係造骨細胞又唔得嘅，要兩個一齊先可以改善嗰個骨質疏鬆嘅問題。但是在沒有發生之前，我們吃鈣片，是可以改預防嗎？可以有預防的？唔係，未發生之前呢，就係要食洋葱素咧。洋葱素又可以減低個造骨細胞拆骨細胞嘅數目嘅。因為未發生之前，我哋就只係防止佢唔好個骨質疏鬆啫嘛。咁嗰個鈣係補充個骨質嘅，你本來都冇疏鬆到，本來都唔需要補充啦，所以就唔需要食鈣片啦。只需要係要令到唔好有咁多嘅拆骨細胞去拆咗啲骨質就得噶啦。明白。那你平時早餐你不喝牛奶的，對不對？你剛才說喝牛奶這麼多問題的時候，我好多年冇飲過牛奶。好多年，自從你是在藥劑廠開始就不喝牛奶了，是嗎？係啊，我都唔記得咗我即係對上嗰次幾時飲過牛奶啊。那你早餐吃什麼？我早餐係食稀飯嘅。稀飯啊？稀飯嘅。啊哈，這很不西方哦，哈！你在美國待這麼多年，反正我早餐喝稀飯，這是什麼原因？有什麼特別的意義嗎？唔係啊，因為我通常譬如話喺度做緊實驗嗰時，我中間冇時候食嘅，我好多時係唔食中飯嘅。啊哈，所以早餐吃少了一點，多少少咁咧，然後晚飯又食啲，即係我係一日基本食2餐嘅啫。哦，吃2餐。但你現在因為你沒有在藥廠工作了嘛，你可以吃午飯，但你還是維持2餐。唔係，而家我又食唔到午飯嘅，因為我係有個健康食品店去諮詢人哋啲問題咧，所以係由一開店到關門咧，中間係停唔到落嚟嘅。哦，咁多人㗎？
停唔到落嚟。係啊，咁咧所以就咁我亦都冇時候去食中飯。咁所以而且咧，因為我媽媽咧就好早瞓嘅，佢8點鐘未到就瞓㗎啦。咁如果我一關咗店之後翻到屋企咧，佢已經瞓着咗，所以係早飯同佢一齊食咧，係差唔多唯一一餐係同佢一齊食嘅。哦，所以你媽媽是喝粥的，所以你是早餐一起陪她喝粥。在營養方面沒有特別注意嗎？吃什麼水果呀，或者是什麼補充劑嗎？水果就食水果嘅，不過我建議人一日係食一個拳頭咁多水果就得噶啦。唔係食多啲好啲噶。食多水果咧，嗰啲果糖咧會引起會增加一種叫做三酸甘油脂嘅。咁啊點啊？係三酸甘油脂咧就係會令到三酸甘油脂一高咧就容易會有痛風嘅。哦。同埋咧，三酸甘油脂一高咧，亦都血脂都會高。咁因為身體咧有一個好複雜嘅機制咧，係控制住葡萄糖。但係身體冇一個複雜嘅機制係控制住果糖嘅，所以如果一個人佢係譬如話飲果汁係當解渴咁樣飲法咧，會飲出問題出嚟嘅。同埋佢如果食得太多嘅水果咧，佢嘅三酸甘油脂會無端端佢講，咦，點解無端端我啲三酸甘油脂要高咧？就可能係因為佢水果食得太多。OK，所以這一方面也不是吃多越多越好。那菜呢？綠菜我們是不是我們一般的這個印象，綠菜吃得越多越好？是不是真的？菜唔會有毒性劑量㗎，你食多啲都冇乜 negative effect。所以你是不是平時會多吃菜，就少吃肉呢？這個是這樣子嗎？我係唔中意食肥豬肉嗰啲人嚟嘅，所以係同埋我係教人唔好食肥窿叉燒，因為窿咗嘅嘢咧都可能有啲致癌物質嘅，特別係窿咗嘅脂肪更加唔可以食嘅。即係雞皮嘅窿咗，千祈唔好食。雞翼咧有啲窿燒窿，嗰啲唔止係冇益啊，而且可能有害。所以 barbecue 嘅時候最好 make sure 你吃的不是有燒窿嘅燒糊嘅。譬如話你如果食塊牛排，佢特登因為好靚嘅喺嗰度辣到好似交叉咁樣，一啲紋咧，嗰啲紋就係有啲物質係唔係咁好嘅。OK， 但是生的東西，比如生牛肉那種，是不是或者是魚生啊，這種細菌多？咁你就要考慮到啦，嗰個係寄生蟲嘅問題啦。譬如話如果你係深海嘅魚，通常冇乜寄生蟲，但係如果係淡水魚咧，寄生蟲嘅機會多嘅。三文魚呢？三文魚。吞拿魚係深海嘅魚啦。三文魚而家係魚塘養嘅，都可能會有啲寄生蟲嘅。如果係野生嗰啲就寄生蟲比較少。明白。因為呢個寄生蟲咧係中間係需要寄生蟲有兩個 life cycle 嘅，有一個 life cycle 咧喺嗰個蝸牛裏邊嘅，咁喺河床嗰度都有啲蝸牛嘅。明白。但是你剛才說這個加工食品，那就我們現在的有哪？我在想，好多的食品，比如說一些零食吧，是不是都是跟加工的有關？就零食你絕對不要碰嗎？嗱，譬如話啲鹹濕嘢啊嗰啲。譬如話薯片啊。薯片咁咧就有一次咧有件事咧就搞到麥當勞咧就好頭痕啊。因為有人咧就有個喺美國嘅發生一件事嘅，有個美國嘅消費委員會咧佢就本來咧就想話俾人聽，嗱，你唔好似食咁多漢堡包噶，因為咧好多脂肪啊，好多啲嘢，咁佢就買咗嗰啲漢堡包咁一餐喎，有漢堡包啊，有薯條啊，有汽水啊咁樣。咁佢分析嗰個薯條嗰陣時，佢就話：咦，點解而家咧多咗一樣嘢叫做英文叫做 acrylamide，咁咧中文叫做丙烯硫胺。咁咧呢個 acrylamide 咧係會令到嗰個薯片脆嘅，即係令到香脆，就因為佢脆脆地包住佢咪一刻咁啊，好好食咁樣嚇。咁於是佢就話啦，佢話梗係啲麥當勞咧就搽啲 acrylamide 喺個薯片上邊啊，咁咧就特登令到啲薯片脆。咁麥當勞就企出嚟，佢話完全錯嘅。你睇下我哋啲未炸嗰啲薯片咧，未炸嗰啲薯條咧係冇呢樣嘢嘅，所以根本唔係我哋加工嘅，係因為咧原來係澱粉質啊，啲澱粉質喺油炸裏邊咧炸到130度、160度咧。
咁嗰啲澱粉質咧就會造成一樣嘢咧，就叫做acrylamide。咁呢個acrylamide咧就係可以引起腸癌嘅。咁所以譬如話薯片啊、薯條啊、油炸嘅嘢咧，有啲人話炸嘅嘢食唔好食咁多啊，煎堆啊、油條都有呢啲嘢，因為都係澱粉質炸過嘅，都係有呢個。譬如話啲煎堆炸到好香脆啊，點解會香脆咧？個煎到嚟咧，本來明明係一堆腍皮皮嘅麵粉嚟噶嘛，點解會脆咧？就係呢個 acrylamide 就有一層薄薄地嘅脆啊。但其實呢，就呢樣嘢係有害嘅。又學到不少東西。今天非常感謝是顧小培博士再次給我們上了一堂課。好，謝謝你顧老師。